的春节的前夕，好，那我们又邀请呢这个我王金良校长所带领的这一个书法家呢到我们学校呢来这个写春联的一个活动，好，那么这个活动呢每年都会举行，那最主要呢是带给学校呢一些这个文艺的气息让我们的孩子呢也能够体会呢书法之美。那今年呢很特别，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旧图书馆的历史建筑呢落成，所以我们今年的地点呢就放在呢我们的这个旧图书馆历史建筑这边来举办，所以空间呢更加的宽敞，然后呢让我们的书法家呢可以更挥洒他的一个作品，让大家呢来欣赏。那也在这边呢祝福大家呢这个新春愉快。对哦，写春联。那么这个活动呢，其实已经办了7年，那包括我在98年到学校都有写春联送给同仁，已经超过10年。那我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一方面呢，让同仁能够带着春联回去家里好过年。一方面呢，也带动学校这个风气。要推动中华文化呢，就是我们要以书法为根基。尤其学生如果学书法的话，那么他不但可以把字写得很漂亮，而且呢，对于他将来呢，在各方面那个深耕这个中华文化呢，很有帮助。重点是这不但可以让我们拿到春联，而且可以让我们参与到这个很艺术性的氛围，也让我们了解到写书法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书法，一笔一画都是华夏5000年来的精髓，然后就会觉得说，这种文化我们有意义，也有义务，也要传承下去。